這10年來做過的事，能令你無悔驕傲嗎？10年前憑住一副胡桃木殼耳筒99 Classics 打響一線耳機品牌之路嘅 Massey Audio， 佢一定會答你絕對無悔，更加非常驕傲。依家10年，佢哋終於決定推出99 Classics 嘅第二代，向住自己呢一款長青經典認真致敬。第二代咧將會轉到自己品牌原產之地羅馬尼亞生產之外咧，胡桃木原木外殼啦，亦都用到45日精心炮製，物理獨一無二，增加佢嘅獨特性。而佢亦都會注入品牌10年累積嘅經驗，改良調整以新合金製成嘅機架同埋耳墊形狀，全面提升整體佩戴舒適度之餘咧，亦都有效提升人聲表現。去到內部嘅發聲單元，單元前後嘅康室同埋格柵啦，亦都係全新嘅設計，降低繞射去提升高頻準確度。而整體外殼嘅康體容積啦，亦都顯著加大，形狀亦都會有所變動，有效減少低頻駐波問題，令到低頻更為可控。隨機更加會附送一套嘅吸音棉，同埋最高支援32 bit 340 kHz 解碼嘅 USB Type C 轉插，一插即用，又唔會有 delay， 比藍牙無線耳筒更加方便之餘亦都唔使諗器材配搭上嘅問題。咁實際體驗係點呢？我覺得99 Classics 嘅第二代啦，整體調音係以更平衡為方向，線條上邊亦都會更加圓滑細密，音效細節嘅紮實度亦都會顯著提升，人聲亦都更具厚度同埋感染力。整體嚟講聲音嘅升級絕對係明顯嘅。而加咗一對吸音棉之後低頻嘅衝擊力亦都明顯提升，而高音嘅明亮度啦，亦都會略略收斂，重現翻原版嘅聽感。去到整體佩戴感上邊感覺戴咗呢一對耳筒之後左右兩邊嘅壓力分布更為平均，再加上耳筒本身亦都只係重290 gram， 啱晒中意長時間聽歌嘅朋友啊！究竟呢一對注入全新靈魂嘅木殼耳筒又會唔會成為你最新嘅心頭之好呢？